大家好，又係 Patrick 同大家講金同埋銀啦。我睇見咧有啲網友留言，我發覺大戶咧正在喺驚恐嘅散戶手中咧搶購打折嘅黃金同埋白銀，所以咧我十分心急出片。呢一集重要嘅信息就係大家要記住，目前全球央行囤積實體嘅黃金數量咧，更係自呢個2022年嘅5倍。你手上嘅黃金版咧係勝過紙幣嘅。事不宜遲，請大家細心欣賞金融穿梭。大型科技公司大規模裁員咧，已經成為一年一度嘅傳統。然而，高層對呢啲決定嘅解釋咧，卻出現咗變化。過去常見嘅說法咧，就好似提高呢個效率、過度招聘以及管理層過多等，如今已經退場啦。近幾個禮拜，包括谷歌、亞馬遜、Meta 等科技巨頭，以及 Pinterest 同埋 Atlassian 等較少人嘅公司，都已經宣布預計咧會縮減人手嘅。佢哋將原因咧歸咎於 AI 嘅發展。佢哋表示，AI 讓公司可以用更少嘅人完成更多嘅工作。Meta 行政總裁 Mark 今年1月表示，佢認為2026年將會係 AI 開始徹底改變我哋工作方式嘅一年。依家擁有 Facebook、Instagram 同埋 WhatsApp 嘅公司已經裁減數百名嘅員工。其中僅係上個禮拜咧，就已經裁掉咗700人啦。領導金融科技公司 Jack 對此表示咧更加直接。上個月佢向股東宣布，公司旗下包括 Cash App、Square 同埋 Tidal 等平台咧，將裁減近一半嘅員工時表示，呢不僅僅關於效率，智慧工作咧已經改變咗建立同埋經營一間公司嘅方式。一個規模顯著更小嘅團隊，利用我哋正在打造嘅工具，可以做得更多，而且做得更好添。科技投資人曾擔任多家董事嘅 Terence 則表示，將呢個裁員歸咎於 AI 咧，至少唔會讓你睇起嚟咧，像好似單純節省成本裁員嘅壞人。佢哋投資一啲公司咧，目前有25至75% 嘅程式碼咧係由 AI 生成嘅。呢啲顯示出 AI 編程嘅工具咧，對於軟件嘅開發員、電腦工程師同埋程式員等職位咧，構成實際嘅威脅啦。亞馬遜高層表示，未來1年計劃咧喺 AI 投資上咧花費2000億美元，呢個為大型公司中咧最高嘅。同時，該公司首席財務官指出，公司將持續非常努力地喺其他嘅領域，透過提升效率同埋降低成本嚟抵消呢啲嘅支出嘅。自去年10月以嚟咧，亞馬遜已經裁減咗3萬名嘅企業員工，咁似乎裁員咧陸續有嚟嘅。隨着也門胡塞武裝週末首次向以色列發動攻擊，令中東局勢咧急劇咁升溫，國際油價咧再次飆升超過100美元嘅大關，並引發全球市場咧對陷入呢個滯脹嘅恐慌。Pagoda 智庫共同創辦人同埋經濟研究總監警告，目前全球出現滯脹嘅風險咧，已較開戰前顯著提高。佢預期美國聯儲局咧今年最多只能減息1次。喺爆發美伊衝突之前咧，市場普遍認為通脹咧仍然可控嘅，聯儲局有充足嘅空間減息嘅。然而，隨着霍爾木茲海峽並封鎖，油價大幅波動。如果油價只貴1-2個月咧，對整體經濟影響不大嘅。但若拖延幾個月咧，除咗原油之外，化工產品、肥料同埋塑料等副產品供應咧，亦會受累㗎啦，從而形成成本推動型嘅通脹。一旦通脹預期形成咧，只要再有宏觀數據如呢個失業率啦、PMI 等數據顯示實體經濟受到打擊，滯脹危機咧便會正式爆發啦。呢種不斷惡化嘅增長態勢咧，加上能源價格飆升引發嘅通脹，再次引發人們對上世紀70年代式嘅經濟衰退嘅擔憂。滯脹期特徵咧，
就係低增長同埋頑固通脹嘅風險正變得令人不安地高。此外，2025年勞動力增長乏力，大型 AI 企業咧開始大規模裁員啦。其中美國經濟咧喺呢個2月裁員92,000人，尤為突出。再加上我哋目前面臨地緣政治供給嘅衝擊，為傳統嘅經濟咧創造咗極不利嘅環境。自去年底以嚟咧，幾乎所有數據咧都係疲弱嘅。穆迪基於機械學習嘅經濟模型，目前預測美國經濟衰退嘅機率咧為49%，而呢個數字咧甚至喺近期中東動盪局勢最嚴重之前咧就已經得出㗎啦。正如穆迪所警告咁樣，如果油價持續高位喺幾個月咧，咁樣呢項嘅指標突破50%嘅關鍵門檻咧，並非天方夜譚。如果大家有小心留意以上嘅數據咧，其實咧美國咧已經進入呢個滯脹㗎啦。至於上個禮拜現貨黃金版嘅下跌咧，佢同1983年嘅類似下跌咧係非常相似嘅。當時金價下跌嘅原因咧同現在一樣嘅，都因為 OPEC 大規模拋售黃金所致嘅。但呢次 OPEC 拋售黃金嘅導火線咧，同呢個1983年咧截然不同嘅。喺1983年，全球石油供應嚴重過剩，價格因此暴跌。結果 OPEC 國家由於急需流動性嚟維持美元掛鈎嘅匯率，咁樣佢哋要點樣做呢？佢哋就係拋售大量嘅黃金，導致黃金價格大幅下跌。咁黃金下跌，自然白銀都下跌啦。但目前關鍵石油產區咧，由一場戰爭造成混亂嘅局面喎。石油價格冇下跌，反而一路飆升。各大銀行預測油價咧可能高達每桶180美元。顯然喺呢種情況下咧，你可能認為咧 OPEC 係唔需要現金嘅，不過係錯嘅喎。全球1/5石油都要經過霍爾木茲海峽，而如今咧呢條海峽咧已經堵塞咗大部分，呢個意味住咧所有呢啲昂貴嘅石油咧無法流通。如果無法流通咧，就無法出售喎。如果無法出售，該地區嘅 OPEC 成員國咧就無法獲得現金喎。如果佢哋無法獲得現金咧，就不得不變賣資產啦。而呢種資產咧就係黃金。沙地阿拉伯嘅黃金儲備約300噸，卡塔爾嘅黃金儲備約100噸喎。呢個使得我哋喺呢場嘅戰爭對黃金造成額外嘅嚴重衝擊喎。不過咧，我相信只係會短暫嘅。因各國央行以及去美元化嘅金磚國家同埋其他盟國，希望用實體黃金取代美國國債同埋紙幣嘅願望咧，不會改變嘅，毋庸置疑。呢啲壓住黃金長期走勢嘅投資者，包括亞洲同埋中國，非常樂意以目前折扣嘅價格咧買入呢一塊嘅資產。而呢個咧正係大嘅投資者以及美國銀行將採取嘅行動。然而一如既往，嗰啲懵懂無知嘅投資者咧，卻恰恰相反，佢哋拋售黃金白銀，而內部人士咧，卻在買入實體黃金同埋白銀。散戶投資者睇新聞嘅標題嚟做反應嘅，而非歷史嘅數據。資金流動即將嚟到嘅量化寬鬆政策同埋長期投資嘅目標，大多數散戶投資者咧都在價格高位買入嘅，並喺整個上漲過程中被市場嘅調整嚇出牛市嘅週期。唔知你係咪其中嘅一位呢？如果你睇到呢度，你仲未訂閱嘅話呢，請你訂閱，按下個鐘仔，呢個代表呢，你俾我支持喎。請俾我點讚同埋分享呢條片俾你嘅朋友，咁樣可以令到更多嘅人呢睇到我嘅片。多謝大家支持。喺2025年黃金價格史詩級上漲期間，到2025年底呢，全球白銀嘅 ETF 持倉量咧達到約11.3億安士。散戶投資者湧入黃金白銀市場投機，投資者而唔係持有實體黃金作為保值嘅資產。呢場引誘人賭博以超過700億美元資金流入黃金 ETF 嘅形式出現，而且唔係普通嘅黃金 ETF，而係槓桿率高達2至3倍嗰種。當黃金價格上漲時咧，呢啲快速致富投資者咧睇起嚟咧好似天才，但當黃金白銀價格下跌時咧，呢啲槓桿合約
由於 ETF 每日重新平衡以彌補槓桿保證金嘅追繳，咁樣咧就可能會造成極慘重嘅損失喎。簡而言之，呢啲靠槓桿取勝嘅人呢，幾乎都因此而死喎。我哋已經從大型銀行喺 COMEX 交易所嘅博弈中了解到，上期我提到 COMEX 黃金同白銀總數未平倉合約咧，已跌至10多年嚟咧最低嘅水平。呢種人呢，為製造機會係華爾街行事嘅準則喎。我哋現在睇到係只不過係大戶從驚恐嘅散戶手中搶購打折嘅黃金同白銀而已。最近呢，我睇到有啲留言，網友十分擔心黃金白銀會繼續下跌，有部分人呢就止蝕離場，因為咧佢哋正在虧損喎。我認為牛市中嘅震盪咧係正常嘅現象喎。好似1971年至1980年黃金白銀大牛市中，金價喺1975年至1976年經歷咗暴跌喎。而呢一波漲勢咧，原本堪稱歷史性嘅。大家請注意喎，國際清算銀行、聯儲局同埋嗰啲大到不能倒銀行，以及世界幾乎所有其他中央銀行，佢哋囤積實體黃金嘅數量咧，係2022年之前水平嘅5倍喎。原因係好簡單嘅。黃金白銀勝過紙幣，跟住咧就同呢條片做翻個 time stamp。截至4月1號咧，各項指數印記：道指報46,341點，標指報6,528點，納指報21,590點，黃金報4,715美元，白銀報75.18美元，鉑金報1,986美元，美匯指數報99.7。橋水公司創辦人 Ray Dalio 希望教導全世界如何建構一個喺任何市場環境下都能蓬勃發展嘅投資組合。Dalio 概述咗佢全天候投資組合嘅原則，呢個係佢30年前設計嘅策略。Dalio 表示，全天候並非一種具體嘅投資產品，而係一項金融工程嘅挑戰。其目標咧係建立被動型嘅投資組合，係風險遠低於傳統股票同埋債券情況下咧，實現高於現金嘅回報。透過了解不同嘅資產類別如何對經濟驅動因素，特別喺增長同埋通貨膨脹做出反應，投資者可以平衡佢嘅風險。首先，當通貨膨脹上升時咧，債券通常會受到衝擊嘅，但黃金、大宗商品同埋通脹指數債券等喺通脹對沖資產咧表現良好嘅。第二，當經濟增長放緩時咧，股票可能會下跌嘅，但高品質嘅債券通常可以提供安全嘅保障。Dalio 明確指出，黃金係對沖通脹嘅工具，係呢個全天候策略嘅核心。黃金喺投資組合中佔據咗一部分，旨在當貨幣失去購買力，朝着錯誤方向發展時保值嘅。實體黃金咧不涉及發行人嘅風險，基金嘅結構亦不依賴市場嘅流動性，即使喺市場承壓嘅時間咧，亦都不受影響嘅。目前美國經濟急速放緩，美股估值超高，私募信貸市場發垃圾級別嘅債券，財政部又大舉發債，以維持財政狀況。信用卡逾期率超高，消費者信心接近歷史嘅低位。近年通脹越嚟越高，寫字樓空置率急升，增加銀行借貸嘅風險，企業裁員不斷，多國戰事仍未解決，長債息口上升，國債不斷創新高，人工智能熱潮 OpenAI、Oracle、NVIDIA、CoreWeave 同埋 AMD 互相合作，從而形成一種 AI 閉環嘅經濟。呢個天文數字嘅投資，相對不合理嘅回報，股價估值超高，明顯同2000年科網股泡沫爆破之前咧十分相似嘅。所以 AI 泡沫爆破咧係難以避免嘅。市場估計喺2026年咧可能不再減息。我用以上基本因素分析，我對經濟前景並不樂觀。我相信油價將會升穿100美元，甚至180美元。咁樣咧將會引發嚴重嘅熊市同埋滯脹。到時黃金被視為抵禦經濟動盪同埋美元疲弱嘅避險資產，其價格咧將會大幅上漲嘅。
估計喺2026年美元繼續貶值嘅，石油危機引致通脹，失業率處於高位，滯脹風險為60%，滯脹會引致股災，股災會引致經濟衰退，經濟衰退又會引致滯脹。以上危機疊加情況之下呢，我相信經濟衰退、股災甚至滯脹，最有可能喺2026年上半年某個時間發生嘅。圖中呢一期呢，我推算咗整個股災週期黃金版最低同埋最高價。如果你未睇過呢，一定要去睇下喎。喺股災初期，我預計黃金版將跟隨股市先下跌嘅，然後黃金版呢就會從低位反彈並進入大牛市。喺股災初期，黃金會跌至3830美元，版會跌至42美元喎。然後呢就進入大牛市，黃金會升至9919美元，版會升至209美元。如果你持有股票呢，就要注意喺整個股災週期呢，道指會跌至23721點喎。不過最後都係嗰句，變幻才是永恆，咁大家就要拭目以待啦。歡迎大家加入我嘅 Patreon 成為會員，我只會喺 Patreon 解答會員嘅投資問題。喺每一個視頻呢都設置有聲音版同埋冇廣告版。如果你睇到呢度你仲未訂閱嘅話呢，請你訂閱，因為你嘅訂閱呢係俾我做片好大嘅動力嚟嘅。請按下鐘仔給我點讚，歡迎大家留言，每一個留言呢我都會好仔細咁睇嘅。請睇廣告並將呢集呢分享俾你嘅朋友。多謝大家支持，下次再見，拜拜。